歷時3日嘅澳門國際網絡視聽節暨澳門國際網絡傳媒產業峰會已經正式圓滿落幕啦。今次呢個國際級影視傳媒文旅盛會係由澳門網絡視聽協會重磅主辦嘅。今次嘅活動唔單止獲得到澳門特區政府嘅大力支持，多個政府部門鼎力嘅助力，同時亦都得到中央駐澳權威機構、國家級主管部門、內地頂級行業權威協會嘅高度重視同埋大力支持啊！當中亦都包括咗國家廣電總局嘅指導啦，中國網絡視聽節目服務協會嘅深度參與主辦啊，亦都有中聯辦、外交部駐澳特派員公署、中葡經貿合作論壇秘書處等權威單位派員出席見證，充分顯示國家級層面對澳門網絡視聽產業、對澳門中西文化平台定位嘅高度認可。今次嘅盛會混集咗海內外超強陣容，涵蓋咗全國頂級網絡視聽巨頭、影視集團、主流媒體、MCN 機構、藝人演藝界、新媒體創作者、文旅產業代表，同時亦都有葡語系國家東南亞多個領事嘅代表，同海外影視業界嘅精英齊聚澳門啊！活動期間多場重量級嘅產業峰會啦、主題論壇、圓桌交流相繼開展啊！業界大咖圍繞住網絡視聽創新、數字傳媒發展、微短劇產業升級、跨文化傳播、中葡文旅出海、國際市場合作等前沿議題深度對談，為澳門對接全國、連接全球影視傳媒產業嘅搭建咗重要橋樑啊！現場仲舉行咗永利澳門微短劇創投基金合作簽約儀式，為澳門本土網絡視聽、影視短劇產業注入咗重磅嘅資源啦。未來澳門網絡視聽協會將會發揮澳門一平台雙聯通嘅獨特優勢，持續深化海內外產業合作。後續亦都會帶隊參與法國康城國際創意節，將澳門優質影視、文旅、視聽內容進一步推向全國嘅舞台，助力澳門建設成為中葡乃至亞太地區重要嘅網絡視聽產業樞紐同埋文化交流嘅高地。仲想了解更多，咁快啲關注我啦！